舒适圈的代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。舒适圈哦对，好，美秀这边是自乐修，修嘿，我家己，你我家己的，敢若一个修舒适圈里面哦哦哦，嘿，就敢若修共款安尼，啊，我家己伫遐欢喜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哦是，那你个咧？啊，我的吼做安乐窝啦，N O 的窝。安乐窝，伫咧这个我家己这个所在内底，我上安乐上自在哦，所以我做安乐窝。舒适圈听起来就是，唔是讲家己伫遐生啊种欢喜的，是讲讲伫咧迄个衣裤啊内底家己足安乐的安尼，哦，所以感觉是敢若安乐修安尼。是不是？我感觉安乐窝敢若是甲别人斗阵，就是敢若比如讲老人院，还是迄种养老院，可以讲安乐窝，一定的就对啦。因为迄个舒适圈是家己的代志，嗯甲别人无关系，所以阮才选自乐修。自乐修就是哦，看到家己，家己过了好啦，无唔对，家己过了爽。无唔对，因为舒适圈嘛。这个修的，刚刚拄则德燕讲的有无？咱一般用的啥物芳啊修啦、鸟啊修啦、啊狗啊修啦，一般拢咱一个家庭，对，毋是大部分拢是一寡较动物啥迄个，咱人较少咧讲家己是修啦，无可能会啥物修安尼啦吼。所以咱做出来结果，安乐窝65.9%的人选，啊自乐修34.1%的人选。